北部都會區係香港經濟發展嘅新引擎，元朗南將會成為北都內以一個發展房屋為主嘅宜居綠色社區。土木工程拓展署以基建先行嘅規劃方針，改善元朗區嘅道路網絡，並進行土地平整同埋基礎設施工程，大力推展元朗南發展。但係元朗南新發展區鄰近民居，加上繁忙嘅交通同埋密集老化嘅地下管道，令施工困難重重，對附近居民同道路使用者構成種種不便。有見及此，土木工程拓展署顧問艾益康有限公司同中國中鐵工程團隊發揮 NEC 精神，攜手引入首次於香港使用嘅 U 型盾透機 UTBM 紫荊號，擴闊元朗明渠，以提升排洪能力及改善交通。紫荊號將高風險同埋重複性高嘅工序機械化，避免喺繁忙嘅公庵路使用大型機械同埋設置臨時交通安排，以進行打雜辦工程。並將場外預製嘅雙型暗渠組件喺現場裝嵌，免卻喺河道建造臨時工作台。工友亦都唔需要落河道或者進行高處工作，提高生產力、質量、安全之餘，更加減低工程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嘅潛在風險。由於擴闊元朗明渠嘅工程係需要單邊挖掘，紫荊號一方面需要提供穩固嘅橫向支撐，以免影響到附近嘅行車道同埋地下嘅管道設施。另一方面，又要控制紫荊號嘅重量同埋穩定性。工程團隊同中國中鐵機械部設計團隊以國內作兩邊平衡嘅挖掘 U 型盾構機為藍本，設計出能夠應對香港多變嘅施工環境同埋符合香港安全標準嘅紫荊號。全機械一體化嘅設計，唔單止能夠精準控制雙型暗渠嘅走線，再配合精準度達到正負7毫米嘅自動鋪設系統，及使用快速凝固回填材料，即時填補側縫，令裝嵌預製組件嘅工序一步到位，大大加快工程嘅進度。紫荊號採用自動化及機械化操作，利用前端的插刀作為臨時支撐，然後用挖掘機將泥土挖出，經由輸送帶運至後方。同時，上方的架管機 launching girder 負責組裝預製件。該方法將支撐、挖掘、推進、安裝預製件及回填等工序全部整合於一部機器中完成。紫荊號全機械一體化操作，顯著降低了河道施工的風險。再加上一系列颱風應對措施，經工程團隊與渠務署全力協調下，將原本每年只得5個月的旱季施工期，得以在雨季持續，大幅縮短施工時間，進一步減低工程風險及對市民的影響。紫荊號成功打破咗河道以及道路工程嘅種種限制啦，不但提升咗建造安全，更加達至提速、提效、提質嘅效果。並獲得立法會議員、建造業議會、發展局、地區人士同業界各方面嘅支持同埋表揚。元朗南工程團隊透過創新思維，將隧道鑽挖機技術從地底搬上地面，結合香港喺工程管理同埋應用國際標準嘅豐富知識同埋經驗，將內地嘅技術進行優化並升值，不單提升咗香港建造業嘅質素同成本效益，更讓源自祖國嘅技術面向世界，充分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擔當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